间停止，停止时间咨询。如果你们要这样子，待会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暂停时间。时间暂停，时间暂停，时间暂停，走开！时间民进党的时间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暂停时间。各位同仁，请回座。暂停，时间暂停了。市长，我今天准备了一个辞职书在这边呐，也方便你签呐。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要对得起高雄市民，我觉得简单一点，死的啦。去选总统，唔要浪费你的时间在咱高雄啦。你现在也都心思没有在高雄了啦。我现在拿过去给你好，就麻烦那个韩市长较有缺势一个较有缺势的啊！国民党团队没安尼啦，来我们男士去帮忙，请你们尊重我们的质询权。时间停止，停止时间咨询，时间暂停，时间暂停，我们会抗议哦。时间暂停，时间暂停。来，麦克风，麦克风呢？麦克风来，麦克风，这个麦克风呢？这个麦克风呢？喂，主席，时间暂停。怎么可以用这样子凹呢？这是我们民进党团的总质询时间。如果要这样，等下我们也不让你总质询，请时间暂停。主席，请时间暂停。你们影响我们的质询权，这是我的时间。好了，继续了。主席，你主持会议不公平。那个，主席，时间请暂停。麦克风呢？媒体画面。这个麦克风呢？请你们可以回去继续质询主席要暂停时间啦。我们怎么质询？国民党团的人奥波啊！这是阮党团的一个时间。主席，国民党团告袂见效。有的奥波啊咧，袂见效。时间暂停。主席啊，你要暂停啊！时间暂停。时间暂停，主席。如果你们要这样子，待会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暂停时间。暂停时间。各位同仁，我们请理性问政。暂停时间。请继续质询。暂停时间。来，好啊，安尼好啊，来继续质询，暂停时间。来。我们没有办法质询啊。主席啊，主席，你们国民党执政，真的要这样子玩吗？全国人民在看，各位同仁，你们这样子，主席，时间暂停，你们继续质询。时间暂停，时间。大家请回座离开。时间暂停。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时间暂停好不好？时间暂停。暂停的。时间暂停。走开。时间民进党的时间。走开。暂停时间。各位同仁，请回座。暂停了，时间暂停了。没有，不是。可恶！丢脸呐！高雄市国民党多数执政，
丢脸呐！人家民进党团的时间质询，您阿满了这种行。